木强，啉多水啊？嘿爱，想要结婚，爱嫁得出去么？听讲係本人嘅評估哦，你去做船做到按摩師，做一隻好姑娘哦，絕對冇問題啊！那唔係愛中意你，切腿唔會本女雖然愛面蟲。美女，蔡美女先生。哎。 水我不聽啦我，做外界唔地放揚，從多個聽啦我，要企到上做貓王，個落去未變難養，上個冇機關於上，成功嘅夢，為這樣開始投降。 前頭啦我，前所在來去跳空，是當朝跳啦我做事難度忍讓，個樂見嚴平安安，想當應成成功嘅。 係啊，哦，我哋呢位推廣新嘅農業技術，順路過來看一下啦。順路？哦，其實呢隻順路吼，咩冇結順啦。第一，我去眼學校，滿到人哋那位；第二哦，我尋到呢隻個人啊。第三。 我要拿出勇氣，增加恨你。其實呢隻順路吼，家陣幾隻辦啦。既然你順路來了，就順下老爺聽書。乜嘅事情啊？聽下落去做錯嘅。哎，蔡先生，乜嘅事情？我落嚟屋度飲下茶，坐定講。哦，唔是啊，係安尼啦。我嘅朋友按拄好來請我，佢係哦專業嘅植物病蟲害專家啦。你好，我係潘世豪，我到縣政府研究植物種植還有病蟲害嘅。哈，唔可能要講專家嘛，禮拜一定要搶天幫忙。天數看一下，又唔係乜嘅情況啊？好啊。 我睇天哦，可能一下，不過係喺安兒等我技術一下。哦，安尼搶聽下來啲片啊。好。等下看下啫，看有發現不了。哎好呀。啊，搶啲仲要請幾句啦。咁就禮拜咁啊。有沒？我想起。 當初唔堅持冇愛重考係錯嘅，希望就看唔到根本你自信與快樂嘅你。Rush in。唔叫得散嘅啦，都怪我，做地靠地都會學嘢，我捱勞動捱出個清腔啊，喊你個半懵啊，其實哦，根本都會改啦，捱哦，你哋嘅痴情弄傷啦。 誒，
美女，是在安排谁啊？我正经真后悔，这两事我按样样，按死脑筋，杀了上海岛呢。唔好安尼讲啦，该用时人都真向上，唔晓得安样的去体谅你错上嘅事，唔晓得安样的去安慰你。我正经对人去啊，前面一摆纽约还出来见面，其实我有去，不过我唔敢出来让人面对面。你愿意原谅爱我跟爱吗？我都从来唔是发现，有乜解好原諒你？佢，你愿意让我重新开始吗？美女说了什么啊？你笑得这么开心？他就说他最近心情很好，什么事情都很顺心。我就觉得和之前不太一样，可是他又写得不清不楚，说要回台北才跟我讲。应该唔系有男朋友嘅吧？嗯，你丢一枪哦。那潘不就没希望了？错啊，安尼做唔对啊！我要打电话和老板讲。哎呦，你明天就要见到他了啦，你查押1年啦。田講嘢，田講嘢啦，根本而嘅事情哦，根本要去做啊！我还要打电话告诉他，你忘了当初是谁逼他告白的吗？真是个尽职的美女工。我眼尖呢。你看吧，你明天啊，要是看到他，就告诉他，根据这个可靠消息来源，他潘世豪要是还爱着蔡美女的话，就要积极行动啊。好吧。啊，你忘去救救啊？一周礼拜啊。安救我！那你要就打电话给我，不然会想你哎。又唔係出國去，唔使咁緊張啦。還有壓着啊，係嘛？啊，冇回啦。好啦，你就把店顧好，我會每天跟你報到的，好不好？嗯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拿着，还有这个，给你。这要幹嘛？你呀，帮我把来这段話用客家話錄下來。你學客家話學得很認真呢。快啦，快點啦，快錄啦。哦。阿強，很久冇見啦。係啊係啊，好啊好啊。很久冇看到，你看起來哦，很像專業嘅港中人。嗯，我本來都係專業嘅港中人啊，很衣服啊。哎，坐嚟坐嚟坐嚟。哎，來啊！你好，喺你替好是個反算，隨便點吧。好啊。你好。你好你好，我同事安妮，上一擺創稿誒，有見過，記得冇？當然記得啦。誒，你兩時叫我出場啊？係啊，不過還有其他同事啊，晚夜先嚟飛下啦。我哦，喺想嚟撈人通風報信，報乜嘅信？撈你講，連款哦收到美女嘅信啊，美女最近哦，唱嘅心情都好呢，唔知係乜嘅事情啊。我喺撈你講。西來爾人哦，我喺中意到人，就夾夾大拍講啦，唔好叫叫笑笑啊！
好爽！哎，来啊，吃饭算了。你无爱啊？以后老美女哦，对各种各样事哦，就甜甜蜜蜜啊，每到俩哦，凄凄惨惨啊，就像梁山伯老祝英台咁样啊。那有按夸张哦。迄美女无爱你啊？唔错，拄到好点到，迄期哦，脸口口唔顺啊，就不点啊，伤到美女嘅心啊。哎呦，这种嘅事情哦，假使有缘分，迄硬嘅对硬嘅啊，就要做对咩？那件衣服叫天发不领魂哦。哦，好啊。太家讲年份，年份当然得拄到嘅。假使迄爱拄到真心上爱嘅人，那一定会撒网去争气。我电脑唔好按用上，其实我学农啊，要学到一定要脱离。头摆人讲哦，强杂嘅瓜诶唔会甜。这种嘅事情哦，要顺其自然，勉强唔得嘅。你想太多咧，你还想爱做嘛该，就认真跟你，活在当下，享受现在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。就当你星空给我。对了，业绩怎么样？我们今天有460万，然后我们的总成绩呢，应该有达到870万左右哦。 870万。冒死呀！这次呢，我们一定稳拿冠军。哦耶！冠军奖金我来了。我买台车带我女朋友去兜风，哎，你哪里来的女朋友？我车就有啦。哪有这么简单啊，笨蛋！我这辈子第一次拿冠军耶，小罗，谢谢你。要谢谢你们，这是我们大家一起拼的。来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哎，我们来去庆功，我请客。好啊。可是我得回新营，我妈正等着我呢。那你们3个去好了。也对了，难得回南部，回家一趟是应该的。那我们3个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也约了学长，他要介绍女朋友给我认识。哦，你们2个很扫兴哎。抱歉啦，那我得赶车，先走了。我也差不多时间了。好吧，那回台北再请你们2个了。好啊，拜拜。拜拜。还没意思哦，好好庆功宴去安眠模特嘞。马人讲庆功宴无得，就算哦，颜亮啥听听啊，要做得哦，好好庆祝啊。还拄你到啊，保证哦，你到到庆功宴啊。阿希，你当期待呢？来，各讲一滴。再给我讲一滴啊！哎，安尼，你做咩见干酒呢？平常时候做些食个含辣。无强用啊，佮喺呢度工作，根本呢，因为我心情都好。哎，唔惊失水哦。有很多呀，我就清风时，我们是暗的呢。我是按多呢。
听爱啦。安妮啊，唔好做哦。你做嘛干啦？你是就追的啦。莫，爱心清楚。早啊。安妮啊，歹势。唔是拢爱比说你。安妮啊，爱唔是唔答应嘛该，要要做出来自家嘅选择，要要等你嘅决定，你决定以前，要要帮你明啊。安妮啊，公司倒嘞。系啊，快樂嘅時間，總係覺得貼皮睇嘅。林芬，啊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等你好久了。安妮，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下午回来？人家好多天没有看到你了，当然特地去你公司问的啊。你知道我一回来就会跟你报道的嘛。好啦好啦，這裡，我用啥？慢慢那個。拜拜啊！跟你讲，我准备了一大桌菜，好吃的菜，晚上给你补一补啊。你少来了啦，我看又是我妈煮吧。我有帮忙洗菜哎。哦。哎，我也该进去上班了。嗯。我们走吧，走吧。听讲系本人嘅评估哦，你去做船做到按好势咧，做一只好姑娘哦，绝对冇问题啊。奇怪，怎么会这样啊？小罗，我觉得好奇怪哦，我们的生意一直都很好啊，可是好像没有赚到钱呢。我看看。真的耶，怎么会都没赚到钱呢？我看我们应该好好想想办法，怎么样增加利润。欢迎光临。罗 Q， 林芬，安妮，来啊，请坐。你要喝什么？啊，唔是，我喺有公司想要讓你加一下羅 Q。
小罗又不是我的东西，怎么说用借的？哎呦，我老阿强带走咯，你不会反对吗？黑马该事情啊！啊，有一只酒出嘅鸡吧，想要攞你参详一下。我哋要先嚟安呢。你平日去就错了啦。那我先走了，晚上就直接去上班了。记得考啊。好，那我走了。拜拜。外面唔啲愛買乜嘅不加吧？我想哦，應該買吼，較有價值嘅電路啦。第一吼，你阿爸50歲嘅太生日咧。第二吼，我買吼較實用，佢要中意嘅東西啊。第三，第三咩？第三哦，我想要表現我嘅誠意啊。冇人先看下咧。你唔會查？是你。是我吗？我送给你的。诶，嘿，我啦，安妮，我手啲你还忙走，俺也不被还忙做后啊，不会都是要么？有一些嘞。我等一下要去办公室，你等我哦。哦，好啊。哇！哎，你怎么会来了？我看你加班那么辛苦，特地来请你吃宵夜，为了你啊。你少来了，我看了是你自己嘴馋吧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差不多了，待会收一收就可以走了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条项链啊？也还蛮好看的哎。这个是赠品啦，whisky 的赠品。对了，哎呦，我肚子也好饿了，走，我们赶快去吃东西，祭祭五脏庙吧。走。还说我嘴馋，明明你自己也想吃宵夜。好了好了，走了走了。安妮，正好哎，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吃宵夜啊？不用了，我买板条了。那好吧，我下次再请你吃喽。我们走吧。会不会是你嘴太刁了？直觉就觉得不好喝嘛，总觉得缺少了一些。那缺少了什么？我也说不上来哎。缺少一点点。来，还要做完好来爽那干，那吃个安心，看明星有拉嘛。来，再看这。来，灵魂。哎，真好食咯。对了，阿妹，要不来？好啊。在懷緊如放憂，長大
变难用，上个无见过异常，嫌人前跳来昂昂，寻所在来去跳空，直到就跳来昂昂。这个好哎，哎，试试这个。不要。喝干嘛？喝嘛。人行走江湖，哪有不尝试一下的勇气呢？等等，用吸管把下面的芒果精也吸进去，试试看嘛。哇，好好喝哦！我从来都不知道芒果青这么好吃哎。罗妈，你好厉害哦！来亲走哦，都忘吃看心里面哈。这款茶够特别了吧？绿茶的清香，还有芒果的酸甜，还可以吃到果粒耶。变化很丰富，又很有层次感。哎呀，很难简单形容它的味道啦。很熟悉，又很有新鲜感。不错吧？哎，可是它要叫什么名字啊？很熟悉，又很有新鲜感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，谢谢。冲动人生，成功记。初恋的滋味，谢谢，请慢用哦。两位欢迎光临，请问要点些什么啊2杯初恋的滋味。啊，好，马上来哦。谢谢。来，3号桌初恋的滋味，2杯。只说初恋滋味。 6号桌初恋滋味2杯。好忙哦。忙才好啊，表示新品大受欢迎啊。哎，好了，不可以再偷吃了，那是调茶要用的。拜托嘛，别让我气坏啦。罗妈妈喊多清的，什么？错啊！安尼好是什么的吼？连日吼会因为有新风的哦。啊，看安尼好啦，连两嫂过做结婚，阿妈做地吼过做纳孙的，迄唔短阵有新风的吼，可能我是一道的酸的干，还能做本事，好冇？罗妈妈唔好伤爱啦。好了，2杯初恋的滋味给你。哎，你还吃？来，初恋的滋味，请慢用哦。安妮，小罗，安妮来了。了解香港的新口味初恋的滋味吗？你看呢？冬天片的米头有意思。你酸酸甜甜，一粒一粒黑马街。黑酸也强，懂体配哈。安妮，来坐。你要初恋嘅字呢呀，就喺落條嘅。对吼。唔就喺六強啊！安妮有事冇事就安弄，看下哋哦，清早就上來看唔咧。冇想到我愛有命哦，希望見到我本人，唔會本人就失望啊。因為呢，我見到啊，你老安妮清等對哦。係啊，捱了嘅安年同杯湯，做幾個新嘅朋友冇簡單。来，各位，看看这茶点，本店招待的。林芬，谢谢你哦。我才应该谢谢你呢，你带朋友来捧场。你们聊，我先去忙了。你初戀嘅滋味，苗就清好呢，開始就係呢酸酸甜甜嘅五味雜陳哦。
怎么了？没事啊。你是不是因为下午的事情在生气啊？不是啊。那两个小姐以为我是安妮的男朋友，是一场误会啦。我有这么小气吗？其实刚才没有跟他们解释清楚，是避免尴尬。安妮回去会跟他们做说明的。我相信你会爱你的。还忙啥呀，妹？系啊，有一些事情想要同讲一下。哪该事情啊？哎呀，我伫咧想吼，就左边转来啊，要开封茶店，有一个孙女，做定结婚的啦。阿妹啊，我还好上啦，喊做啦。有会喏，迄廿八唱人的年纪吼，我就够量的咧。阿妹啊，甲迄条歹啦，挨到也会比吼，结婚较慢啦。阿哥都还忙结婚咧，还忙轮到爱啦。哎，我阿公吼，迄无法度啊，会去做算啊，错无？哎有得想啦，迄下摆转来吼，还要显人吼，老伊做媒人啊。啊无穷样啊，啊同离婚感情安好，做嘛个毋搁做啊挺下来啊，啊嘛做得搁做啊南顺的啊，错无？哎哦，迄无做出好事业哦，离婚店面迄毋会答应个啦。啊，安尼哦。来可能吼，安尼都费了心思，到阿哥寻对象。唉，好啦好啦，讲毋样啦。毋过我还希望吼，搁做老离婚讨转来哦。爱知啦，爱要善忘个啦。好啦。唉，错啦。我还有一句话同交代哦。佮安奴妈个印尼的吼，伊是做毋得同伊行特权啊。离婚用的对毋对俺老家，你即个最清楚。我请恁离婚，迄个心口，你做毋得对毋起伊啊。哦。老强，等下下班啊，我平爱去洗下好冇？还有一份报表要做呢。田工领章做啦。两份报表当结噶。无手，我平伊加班，按肥呀，当个副卡是点心。根本也正经做唔得啦，下班来台呗，挨了讲好些大家会见面啊。佮爱去下去。挨到三个男人爱啉酒打醉鼓，什么也唔好去啦。真紧，林芬也无爱去。你老东爱骗人啊！唔系啦。很无意思。
哎，这次的9处行程啊，经理已经批下来了哦，真是奇迹啊！我跟安妮是同一组哎。我看一下。为什么要做变动？经理爱我带新人熟悉 case 啦。哦。还叫我真烦呀！阿强，你用班啊？天发都讲到亲也唔冲诶，冇嘅事情啊？係咗你對唔依連盤嘅事情，日下爽唔爽，啱唔啱，唔點樣解釋？係安妮嘅事情哦，你用乜點啊？前幾日啊，我老美女王家有看到人亮啥？跟美女嘛啲啦，冇啦，佢冇看到。佢超好。阿強，你做乜計？你老安你強下，名分唔低係嘛？當然唔啲啊！哎，真佢唔係調事嘅啦，超順佢辭言嘛，用啲變做安尼咯。做乜計？你順其自然，做得腳踏兩隻船。我順其自然，還係孤家寡人，你真見係眼福不淺啊！賣神音啊，有時候哦，真見懂幸福，不過情感都擋唔完啦，是係一直唔敢去面對啊。林歡、老安妮，咪都唔想受開啊。竟然仲做唔得見人下喜啊！可以叫我上開一胎呢？唔敢問過人自家，乜人對人較重要呢？當然係林歡啦。係咪哦？親像要感覺到嘅，竟然哦，按當老外講，而單槍言天林歡，迄件成橋啦。用答案唔都簽名嘅啦咩？講迄簡單，愛做就真難喎。我喺度在想哦，係唔係有兩全嘅辦法，做得本林歡知道，之後要慢慢留安妮來夢。真見會有一種很好嘅方法咩？我感覺真困難。係想哦，直接留安妮講，有用。希望有用咯。講過哦，會尊重哪個現實？嗌咩啊？也講過，以後尊重哪個現實。最後，我有咩本事逼到英文同重辦？唉，唔掉到底，迄來講係笑話嘅，
也迄个老眼天数个啊，忠言逆耳啊，文艺得两啥哦，用板老生妹分开啊，简直就是老巧娘的门路啊，还是菜昂的啊，来啦，吃酒了。谢谢你们陪着我一起走。想到你生心中寂寞。阿姨的饮料来喽，什么要？请问2位要点些什么呢？我要2杯珍珠奶茶。好，马上来。谢谢。小罗，2杯珍珠奶茶。评分。暗地恩样的处理安妮的事情，无勇气老安妮讲分数，还较无勇气老林分讲老实话，做安用头顶。这样时，暗地安的处理男女关系，迄真唔好，真难呢。安妮，电话里讲不清不楚的，发生什么事啦？把你从店里叫出来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怎么会啦？有小罗在啊，我出来一下没关系的。他在店里啊？嗯。本来想跟他说的，可是你说不要让别人知道，我就自己来了。我们女人心里话，还是先不要让他知道比较好。到底怎么啦？有事情告诉我没有关系的，我会保密。我怀孕了。罗强，小罗，哎，怎么了？你太过分了！安妮怀孕了，你知道吗？安妮怀孕了？对啊。你呀，以后不要让她太累，也不可以让她喝酒，懂吗？手安呢？不然呢？还要怎样？没啦，你抢嘢哦，当欠呐，还真气唔敌呢。我当然生气啊！哎，你之前还带她去中南部推销什么洋酒的，万一出事怎么办啊？以后你要多照顾她的身体，不要跟她那个没有良心的男朋友一样。无良心，男朋友啊，佢老人讲嘛个？她就说，她男朋友好像要跟她分手，可是她怀孕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哎，这男的怎么这么过分啊？哎，你这么爱他，哎，怎么可以这样？干嘛不说话？你下午进公司的时候，记得多注意安妮的身体，不要让她累坏了，知道吗？下午。进公司哦。对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我公司还有很多事要处理，我先去一趟公司啊。啊？骑车小心哦，骑慢点啦！哈，有沈风哎，你哭天无啊？迄安尼真叫老林芬讲的呢。冇嘅啊，安妮老林芬讲佢有沈风了。系啊，佢林芬咁啲，佢廿个生日啊？当然唔知啊。佢咁係想要逼林芬走，因為佢有廿個生日呢，佢所希望林芬讓慰問佢啊。當然有唔係安尼呢，
伊无老灵魂讲吼，生人喺外家啦。不过有神吼唔老外讲，实际比老灵魂讲，我真见吼本件要糊涂咧。你真糊涂诶！我做出题哦，其实安尼乖乖的，唔系嘛个好东西啊。灵魂哦，含心，其根本哦就系有计划嘅。美女啊，你会走来啊？系本来我送终的本女啊，结果才谈到安尼不得不起嘅事，呀哈安样个啥？灵魂安样个啥啦？本期知道一定非常生气嘅。哎呦，美女，你总得老灵魂讲啦，我求你啦，拜托你啦，你不爱相看的好冇？谁唔爱相看的嘛？嘿啊，美女啊，大3年哦，遇到那种的事情，特别轻强啊。你先问阿强哦，想一个好嘅办法啊。要总是有嘛个好嘅办法？我第一无嘛个好嘅办法啦。我最唔想伤害嘅吼，就係靈魂啦。也唔過也安尼有我嘅生人啊，我要做唔得也時候吼，去傷害佢嘛。我管唔到安尼嘅事，靈魂哦，係我最好嘅朋友，我做唔得唔出奇。美女啊，阿強哦，係做唔錯事情啊，不過佢應該自己忍唔住去解決啦。擁有你可以順便，但但你可以隨連到電，頭電充電電係腳步從身旁到終點。朋友你別心灰，人生如同海岸線。昨天晚上徹夜失眠，當我與你緊緊相隨，或許打動亂變愛上癮，就像脈搏激盪着血液，不是再多空，握緊拳頭向前衝。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幸福，從你們身上我學到快樂。我知道在外面的某一個角落，有人默默為我加油，關心着我。假使恩也就從來踏雜做出頭嘅，希望恩也就會心態含起期待曾經嘅快樂，恩也就幸福嘅童年，恩也就強行嘅路，就算恩一下嘅神發覺知有一片天空，有難同當，恩也會有福同享。謝謝你們陪着我一起走，謝謝你們為我做的所有，在未來的日子會有見面的時